一隻股票大升前嘅4個鐵信號，主力就算再勁都呃唔到你。好多老友記日日嘅盤，但係成日俾假突破、假放量玩到你氹氹轉。指標可以造假， K 線可以畫圖，成交量可以對賭，真正能夠睇穿主力意圖嘅只有呢4個信號。如果佢哋一旦同時出現，唔係主升浪就係連板，所以唔好再慢中中咁樣選股啦。問一下各位老友記，一隻股票啊，我哋散戶可唔可以將佢打到漲停板呢？基本上係冇可能嘅。所以第一個信號直接篩選咗90% 嘅垃圾股，就係最近20日內必須要出現過漲停板嘅。如果一隻股票連主力都唔夠膽拉漲停板，你仲會指望佢翻倍咩？冇漲停板嘅股票直接可以踢出你嘅自選。第二個信號，連續陽線，至少係4連陽。大盤鐵佢翻紅，大盤橫佢仲升，陽線越多，主力搶籌啊就越明顯。8連陽、9連陽，基本上就係明牌咁樣話俾你知，我要拉升呢隻股票啦。第三個信號，亦都係最關鍵嘅信號，向上跳空留低缺口，而且唔會回補呢個缺口。呢個亦都係大資金為咗不計成本咁樣入場，寧願股價斷層啊都要攞到籌碼。普通嘅資金基本上係做唔出嚟嘅，所以呢個係主力進攻嘅信號。第四個信號，決定大勢，持續嘅倍量放量，唔係一日揾你笨，而係連續放大1倍、2、3倍。只有底部吸夠籌碼先至會咁樣走，後面大機率就會係主升浪。我哋學嘅所有技術分析都必須要進行有效嘅驗證，就好似呢一隻股票一樣。第一個信號20日內出現漲停板，第二個信號連續嘅陽線，第三個信號向上跳空缺口而且唔回補，第四個信號連續嘅倍量放量。所以呢一隻股票就符合我哋啱先所講嘅大升前嘅4個信號同時出現，後面直接走出連板主升浪嘅行情。所以一隻股票20日內出現漲停板，連續嘅陽線加向上跳空嘅缺口加持續放量，呢4個信號同時出現，佢後面上升嘅行情就基本上穩陣啦。如果一個都冇，咁呢隻股票你可以直接放棄。各位老友記可以按照呢4點去睇一睇自己手裏面嘅股票池，對照呢4點，一眼啊就可以睇清楚你自選裏面邊一隻股票先至係有潛力嘅。呢個方法簡單粗暴有效，市場已經驗證過無數次。好啦，今期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祝各位行運睇到我視頻嘅老友記股市長紅。我哋下期見，醒你更多粵語股市乾貨。